大家好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的歌友，他也是我们香港的一个报名系统的平台，也是他帮我们负责，他也是一家马拉松平台的一个负責人。我給大家介紹，他叫 Joey。Joey 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見。您在這個戈壁的路上有一些什麼樣的收穫？其實每一次去咧都有唔同嘅感受，由第一次去嘅新鮮到第二次去嘅領悟，感受到一個真正嘅靜同埋自己嘅心靈嘅感受，係一個好特別嘅感覺。咁嚟緊第三次去啦，期待全新嘅路線，全新嘅感受。戈壁的路上，讓您最難忘的是什麼？最難忘咧，其實係我舊年第二次去戈壁嗰陣時候咧，我同我一個親友啦，佢咧突然間又唔舒服，我哋要即刻 call 車送去醫院。咁喺送去醫院途中咧，嗰條路啊非常之蹬嘅。咁我坐喺上面都已經係蹬到咧跳下跳下，出乎意料之外咧係咁快。我當晚咧仲可以即刻翻到去營地嗰度進行我第三日可以繼續前行。你又做馬拉松跑步，然後你也參加我們的第3次戈壁徒步。那對於那些猶豫不決、有點害怕的那種感覺，您準備對他們說點什麼？戈壁慈善行咧，其實係有一定難度嘅，但係咧，只要你下定決心，你想去參加，付出努力去鍛鍊，你一定做得到。喺咁長嘅一個108公里旅程裏邊咧，只要你之前有練習，喺3、4、5月都有一個好似我哋頭先咁講，每個月足夠嘅練習嘅話咧，係絕對能夠應付嘅。路程上面咧有好多嘅支援啦，咁有我哋嘅大會嘅車喺度咧，其實大家唔使好擔心嘅，只要你心所想，你嘅腳一定會跟隨。這個衣服哈，我已經有2件了，而且每年都是不一樣的。這件衣服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？OK， 呢一件衫咧個名叫戈壁見，就好似頭先益輝所講，見眾生、見天地、見自己，係我哋為戈壁設計嘅一個專題衫。咁我哋每年咧都會為戈壁設計一件專題嘅衫嚟到迎合今年嘅主題。呢一件係2025年嘅，咁但係我哋嚟緊2026年咧設計咗另外一件叫做戈壁悟，行於戈壁，悟於無聲。咁呢一個亦都係體會行戈壁領悟到嘅一個心境。咁希望大家嚟緊會鍾意第3屆呢件。